搜寻到库拉树。那个木材经过太阳一照射后，会释放大量有害物质，会让人脑溢血而死。有一面镜子叫黑魔镜，用那个库拉树的木材做镜框，碰到它的人很多几十个都是死于脑溢血，连做实验的镜框那一组的老鼠也都是脑溢血而死。影片说400年的黑魔镜，法国魔镜。